2025年12月4日，禮拜四。羅馬書15章4至6節，從前所寫的聖經，都是為教導我們寫的，要使我們藉着忍耐和因聖經所生的安慰，得着盼望。但願賜忍耐和安慰的上帝，使你們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穌，為使你們同心同聲，榮耀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。默想主題：聖經所生的安慰。呢段經文係保羅喺羅馬書將近結尾嘅時候勉勵信徒，提醒佢哋聖經嘅教導唔係死嘅知識，而係活潑嘅工具，透過忍耐同埋安慰能夠生出盼望。佢祈求上帝幫助信徒能夠同心效法基督，並且將榮耀歸俾父上帝。人嘅心被好多聲音充斥，帶嚟不安、煩擾。然而，上帝嘅話卻喺呢一切混亂嘅當中，教導我哋忍耐，唔被無邊際嘅噪音奪去，專心於上主嘅話，得着安慰同埋盼望。此刻，你嘅心被乜嘢聲音充斥住呢？祈求聖經、上帝嘅話教導同埋安慰我哋。耶穌將上帝嘅道完全嘅實現喺佢身上，呢個係我哋最佳嘅模範。信徒群體應該同心效法，追求作美好嘅見證，使上帝得着榮耀。今日你同你嘅信仰群體點樣同心嘅效法基督呢？我哋可以按住以上嘅指引，或者你自己喺讀經當中嘅體會，繼續進行默想，將你嘅感受、所思所想都化成禱告同主去分享。喺默想結束嘅時候，讓我哋進行呼吸式祈禱。整理一下你喺默想當中嘅領受，你會點樣呼喚主呢？當主呼喚你嘅名字，並且問你要啲乜嘢嘅時候，你會點樣回應啊？將你對主嘅稱呼配合你嘅需要，成為簡單嘅禱詞。如果你冇諗起任何嘅禱詞，可以參考以下呢個嘅內容，配合你嘅呼吸，慢慢嘅誦念，直到你聽到提示嘅鐘聲。
請以一個感恩祈禱結束，並且拎出你嘅屬靈札記，記錄你嘅禱詞同埋剛才嘅領受。